OK，今日咧將我啲粵細嘅武功教俾你啊，等你都一樣優秀。OK，打鼓咁嘅一隻鼓槌，揸住三分之一，用個虎口嚟揸住佢。之前冇咁威喎，威唔錯嘅，唔係咁威嘅，我揸住鬆嘅膊頭同埋身體經常唔喐，喐嘅地方就係手腕同埋呢個手踭位置咁樣。我哋通常師傅咁教我哋嘅，其實分4個檔位啊。將打鼓嘅4個主嗰一個節奏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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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個係4個節奏。而家我講一次打一次啦，第一次就係。口一定要跟住講出嚟，咚咚咚咚咚啊！反正今日咧教你嘅嘢唔係話1分都可以學到嘅，我打鼓都學咗成2年啦，因為我先咁流暢同埋你嘅師傅，以後咧你大把機會慢慢學習，一邊工作一邊提升。